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23，旧历的正月12，礼拜2。后来未来这段时间天气是真够变化，讲会小连续来透2波的东北风，这个西半部甲外岛也是有可能会来打到雾。228、3天的连假，会先来落雨了，才来好天。气象局嘛来预测到今年春天的天气，讲这个温度的变化真大，4月会来偏冷。今年春天的雨水也是偏少到正常，加上这个黄霜雨季的时间可能会来延后，所以这中南部欠水的情形，短时间内恐惊也是无解。高雾拢袂散，连见度较无200公尺，阁造成重大的车祸。接落来是228连假，高雾的状况伫26号拜五进前，恐惊阁会出现。不过东北季风连续来报道，嘛影响到连假的天气。目前看起来水汽会比这一波多一些，所以北部东半部地区、恒春半岛和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现象，连西半部就是我们目前没有报降雨地区的平地，云量也会增多。228连假若想要出门行行咧，会使注意天气资讯。27号连假头一天受东北季风影响，北部、东部会有短暂雨，降温嘛会略仔下降。228东北季风减弱，敢若剩风头面东部有雨。连假上尾一天水气少，北部降温有24度，中南部日夜温差大。不过，互人搁较烦恼的是，中南部一直无落雨，水库什么时阵才会有水？目前的反声音的强度呢，已经逐渐在减弱了。不过呢，在今年的3月、4月，依然还是会受到它的影响。在降雨部分的话呢，在西半部还是会有偏少的这种情况哈。今年春天恐惊又是一个招雨季节。整体来讲，3月份到5月份气温拢真正常，敢若4月份有可能会较冷。不过雨量伫这3个月来拢无明显的降雨信号，3、4月份恐惊要是要面对大水期。